新闻的头一条来看，这个画面，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新店一个老太太，2019年，甲一间车行买一台二手的4轮的电动车，过灯工骑就路，伫咧爬架时阵，车无力倒退路，弄到电火条啊，老太太当场死亡。本来已经来和解。但是台北地检署把这台4轮的电动车送检验，发现这个事故的原因是机械故障。这个车行的头家妨用过失致死罪，缓起诉1年。为画面中会使看到当时这个老太太骑一台新买来二手的自行车伫爬行，拄开始拢无问题，顺顺啊伫爬行，骑到一半，规台车停伫路中央，无偌久，前后几秒钟尔，这台车直接倒退路，弄到电火条了后，最后这个老太太不幸亡生。台北地检署将这台车送验了，发现讲原因是机械故障造成的。经过调查，才发现讲这台车放伫这个车行已经6年啊。经过6年了，这台车才甲卖出去。经过鉴定的报告显示，讲车的摩打有问题，连电子的刹车系统嘛故障。检察官认为讲，车行姓苦的这个头家无事先将这台车整理好、检查好了后，就卖出去，涉嫌过失致死罪。最后是缓起诉，期限是1年，中间是要纳5万块互国库。